各位好，又係我，歡迎收睇至愛講古。今日想同大家講一段好少人知嘅歷史。幾萬個人將南洋嘅家業放棄晒，熱血滾滾啖返去建設新中國，但係等住佢哋嘅係一頂印尼特務嘅帽子。1959年啦，印尼面難，南洋嘅6月熱到你以為成個世界都係焗爐，街邊榴蓮攤嘅氣味飄喺空氣入邊。電風扇吱吱聲咁轉，根本唔夠用。陳家嘅老屋入邊，一家人圍坐喺飯台前，但係個飯煮好咗，冇人動筷。台面上擺住一沓信件，同一本封面印住天安門嘅雜誌。陳伯望住本雜誌入邊嗰張相，廣場上面人山人海，旗幟飄揚，配圖寫住祖國欣欣向榮，華僑快快返嚟。佢已經喺印尼住咗30幾年，由打工仔做起，做到而家有2間店，半個橡膠園。我哋講佢係南洋唔多唔少，算係有返咁上下嘅人，但係佢心入邊有樣嘢係錢買唔到嘅。佢細聲同太太講：係時候返去啦，祖國需要我哋。太太冇出聲。鄉外鄰居屋企嘅小朋友喺用印尼話笑緊，佢唔知道呢個決定將會改變佢全家人嘅命運，而且唔係佢估嘅嗰個方向。你知唔知由1950年到1960年代中期回流中國大陸嘅印尼華僑，估計超過10萬人。10萬人呢？唔係10萬個旅客，係10萬個將自己條根從南洋拔起嚟嘅人。佢哋帶返去嘅唔止係行李箱同思鄉情，係店鋪，係橡膠園，係幾代人積落嚟嘅身家。有學者估計呢批歸國華僑放棄嘅財產總值，以當年幣值計算，係一個極之驚人嘅數字。你放低翻個概念呢，當年中國內地一個普通工人月薪大概係30幾蚊人民幣，而南洋一個中等規模嘅華僑商人月入可以係呢個數字嘅幾十倍甚至過百倍。佢哋放棄嘅唔係小數目。第一重衝擊你感受到未？感受到就繼續聽。仲有更加離奇嘅，呢批人返到去頭幾年係被當成寶貝蛋對待嘅。政府大力宣傳話呢啲係愛國華僑，係祖國建設嘅重要力量。報紙登、電台播，佢哋係英雄。但係就係呢一班被捧上天嘅愛國英雄，喺文革嚟臨之後，幾乎一夜之間全部變成咗境外特務、階級敵人、印尼間諜。點解一個人可以今日係英雄，聽日係罪犯？點解佢哋越愛國反而越危險？我講落去你慢慢聽，因為呢唔係個別案例，唔係1、2個人嘅悲劇，係一整代人，係幾萬個家庭，係一段被刻意埋藏咗幾十年嘅歷史。呢個故事係用熱血、用背叛、用荒誕寫成嘅時代悲劇。要講呢段歷史，我哋要先搞清楚幾樣嘢。首先，印尼華僑係咩人呢？印尼華人嘅歷史可以追溯到幾百年前。最早一批去南洋嘅華人係從福建、廣東一帶出發，搭船過海，去一個人生路不熟嘅地方搏命。佢哋做苦力、做小販、做種植園工人，一代一代咁捱，慢慢喺當地紮根。到咗20世紀初，印尼華人社區已經係東南亞最大嘅海外華人聚居地之一。全盛時期，印尼華人人口超過250萬，控制住當地大量嘅商業貿易、種植業同埋金融業。但係佢哋嘅處境從來都唔係咁好受。印尼本地人對華人嘅態度係又需要又妒忌。咁需要係因為華人控制住好多經濟命脈啦，妒忌係因為同樣原因啦。排華情緒喺印尼嘅歷史上係周期性爆發嘅，街頭衝突、商鋪被砸、財產被沒收，呢啲對當時嘅印尼華人嚟講唔係遙遠嘅可能性，係隨時可以發生嘅現實。咁所以咧，當1949年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嘅消息傳到南洋啦，好多華人心入邊係有震動嘅，終於有個自己嘅國家企起身啦。跟住要講第二樣嘢，點解呢批人會選擇翻去？唔係得一個原因，係3個原因疊埋一齊。第一個原因呢，係感召
1949年之後，新中國嘅宣傳機器開足馬力，雜誌、報紙、廣播全部向海外華人社區狂轟濫炸，畫面係欣欣向榮，人民當家作主，祖國百廢待興，需要建設。對於一班喺海外漂泊幾十年，從來冇試過真正屬於一個地方嘅人嚟講，呢種召喚係有真實力量嘅，唔係每個人都係傻。但係落葉歸根呢4個字係刻喺好多華人骨子裏邊嘅東西。第二個原因呢係推力。1950年代，印尼政治局勢開始動盪，蘇卡諾政府頒布咗一系列針對華人嘅限制政策。1959年，印尼政府頒布第10號總統令，明確禁止外籍人士，包括大量唔肯入籍嘅華人，喺縣級以下農村地區經營零售業。呢條法令直接打垮咗大批華人小商人嘅生計，唔返去留喺印尼都係死路一條。第3個原因呢係拉力，中國政府主動出手，透過各種渠道積極向印尼華人社區招手，承諾回國者會受到妥善安置，可以參與祖國建設，子女可以受到良好教育。廣東、福建兩省設立咗專門接待歸僑嘅機構。全國各地亦都陸續開辦華僑農場，專門安置返國嘅海外華人。喺3個原因咧加埋一齊咧，被南洋推走，被祖國拉住，又被自己心入邊嗰份家國情懷驅動，造就咗一場史無前例嘅回流潮。跟住咧，我哋要講返件事嘅來龍去脈㗎，唔係話要上歷史課，係你唔知道背景啊，後邊嗰啲嘢有幾荒誕，你會感受唔到。係咁嘅，1949年新中國成立，呢個消息傳到南洋，你估下當時嗰班喺異鄉漂泊幾十年嘅華人係咩感受？係真係好興奮嘅，終於有個企得起身嘅中國啦！好多人呢夜晚呢係喊住睇完份報紙嘅。跟住喺1950年代開始有人陸陸續續返去，一開始人唔係好多，但係個氣氛係越嚟越熱嘅，就好似滾水煲，慢慢熱上嚟。到咗1959年，印尼政府出手打壓華人，大批人生計斷絕。呢下係真係逼到冇路行，返去唔係夢想，係唯一出路。就喺呢1年前後，回流嘅人數急劇飆升，中國政府仲專門派船嚟接人。單係1960年就有接近10萬人係搭坐船返去嘅，10萬人坐船返去建設祖國。返到去之後咧，佢哋被安置喺全國各地嘅華僑農場，廣東、廣西、雲南、海南、福建，到處都有喎。安置得好唔好咧？呢個我哋之後再講。然後到咗1966年，文化大革命嚟啦，就係呢1年，所有嘢都變咗樣。之前係點樣歡迎你返嚟，之後就係點樣鬥爭你。之前嘅愛國證明變成通敵罪狀，快到你眼都花。正如後來有位歸僑回憶嘅時候講過一句說話呢，我聽完之後好耐都唔係味兒，我哋係自己走入去嗰個籠嘅，因為我哋以為嗰唔係籠係家。佢哋返到去之後係點樣嘅？我哋先講物質層面，因為呢個係最直接、最即時打落嚟嘅一層。你要先有個概念，返去之前呢班人係點樣生活嘅？唔係每個人都係大富翁嘅，但係南洋華僑入邊有相當一部分係有自己生意嘅，有人有雜貨店，有人有橡膠園，有人做出入口貿易。就算唔係大老闆，普通嘅印尼華人工人收入都遠遠高過當時中國大陸嘅普通工人。佢哋唔係窮人返去，係有嘢放低先返去嘅。咁但係返到去之後呢，絕大部分歸僑呢被安置到華僑農場啦。聽個名好似幾好，華僑農場啦，專門俾華僑住嘅地方嘛。但係你去到先知係咩一回事。廣東、廣西、雲南嘅好多華僑農場係建喺偏遠山區或者荒地上面嘅，基礎設施極之簡陋，宿舍係木板搭成，廚房係公共廚房，廁所係茅坑。部分農場喺初期連乾淨食水都唔夠用，然後係工資
喺印尼做中等規模橡膠園生意嘅華僑，月入可以係幾百波幣，換算落嚟係當時中國工人月薪嘅幾十倍。翻去之後，佢哋喺華僑農場做工，領嘅係工分，換算落嚟係人民幣幾十蚊一個月，係幾十倍跌落嚟幾十蚊，仲唔止啖。咁佢帶翻去嘅外幣、金飾值錢財物啦，好多都係被要求自願捐獻俾國家啦。咁自願但係唔自願好難過關嘅。咁有歸僑咧，後來回憶咧就話當時個氛圍咧係你捐得多先證明你愛國，你捐得少人哋就會側目望住你。有位老華僑當時係咁講嘅：我喺印尼30年存落嚟嘅積蓄，翻去冇幾耐就冇晒，但我話自己唔緊要，因為我係為祖國翻嚟嘅，唔係為錢。佢講嘅係真心話，但係歷史最殘酷嘅地方呢，就係真心話有時候係最保護唔到自己嘅嘢。反過頭幾年，表面上係和諧嘅，政府宣傳照出，報紙照登，話歸僑係愛國力量，係建設祖國嘅重要一員。佢哋參加政治學習班，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努力融入新社會。大部分人都係真心配合嘅，因為佢哋真係想融入，真係想被接受。但係咁嘅，有樣嘢開始出現，填表，大量嘅表格。你喺印尼嘅社會關係係點？你喺印尼有冇認識外國人？你有冇同外國機構有聯繫？你嘅親戚入邊有冇人係做乜嘅？呢啲表格咧係以了解歸僑背景為名填嘅。歸僑唔覺得有問題，我哋唔係特務，我哋冇嘢好隱瞞。係咯，冇嘢隱瞞，所以填得好仔細。但係佢哋唔知道，佢哋親手填落去嘅每一個名、每一段關係、每一個海外聯繫，係之後打落佢哋身上嘅每一條罪狀嘅來源。歸僑嘅身份呢，係喺呢個階段開始悄悄轉變嘅，唔再係愛國英雄，係需要接受改造嘅歸國人員。更可怕嘅係接落嚟呢層，因為呢層打嘅唔係你嘅錢包，係你嘅人。你知唔知？對於當時嘅歸僑嚟講，最難適應嘅唔係工資低，唔係生活條件差，係佢哋嘅一切突然間全部變成咗有問題嘅嘢。講印尼話有問題，你同外國人有聯繫啦，中意食南洋口味嘅食物有問題，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屋企擺住南洋帶翻嚟嘅家私擺設有問題，留戀資本主義生活同仲喺印尼嘅屋企人寫信更加有問題。勾結境外勢力係咁，慢慢，佢哋發現自己根本冇辦法做一個正常人，因為佢哋嘅過去、佢哋嘅成長背景、佢哋嘅生活習慣、佢哋嘅語言，全部都係問題嘅來源。喺想像一下呢種感覺，你為呢個地方放棄晒所有嘢，然後你發現你本身嘅存在係令呢個地方感到不安嘅。政治學習班嘅內容開始改變，唔再係正面嘅愛國教育，係越嚟越多針對複雜社會關係嘅審查。歸僑被要求定期匯報自己嘅思想狀況，有冇收到海外來信？信入邊寫咗啲乜？有冇可疑嘅人同你接觸？更殘酷嘅係，為咗證明自己唔係問題分子，有人開始主動同海外嘅家人斷絕聯繫。父母喺印尼，子女喺中國，就係啖身切斷。唔係佢哋唔愛家人，係佢哋驚。有位歸僑嘅女兒後來喺口述歷史入邊講過一段說話：我阿爸有10幾年冇同佢喺印尼嘅兄弟寫過一封信，唔係唔掛住，係怕每一封信都可以係一條罪。呢種恐懼係慢慢滲入骨髓嘅，唔係一朝一夕啦，係年復一年嘅，用懷疑、用審查、用政治壓力一啲一啲淡磨嘅。咁1960年代初咧，政治氣氛開始明顯轉變啦，中蘇關係破裂，國際形勢緊張，國內嘅政治敏感度急劇上升，任何同外國有關聯嘅人都開始被更加仔細地審視。而歸僑就係天生同外國有關聯嘅人，唔係因為佢哋做過乜嘢，係因為佢哋係咩人。有返過印尼嘅背景就係問題，有海外家人就係問題。即講印尼話咧，
就係問題。呢啲問題呢，唔係要查清楚先係問題，係本身已經係問題。農場內部開始出現互相監視嘅氣氛，有人開始留意鄰居有冇收到海外來信，有人開始留意邊個同邊個傾偈，傾緊啲乜。一個原本係安置歸僑嘅地方，慢慢變成咗一個令人窒息嘅政治環境。但係所有人都唔知，最壞嘅嘢仲未嚟。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我唔知你有冇試過喺好平靜嘅狀態下，突然有人踢開你間屋嘅門，呢種感覺大概就係1966年對於所有歸僑嚟講係點樣嘅。紅衛兵嚟咗，印尼特務就係呢4個字，冇審訊、冇證據、冇程序，就係呢4個字可以毀掉一個人啦，毀掉一個家庭。批鬥會係點樣嘅？你要企喺台上，低住頭，任由人哋指住你面口鬧，佢哋鬧你係特務，鬧你係敵人，鬧你出賣祖國，你唔可以辯駁，你辯駁係態度惡劣，罪加一等，你只可以認，認咗可能仲有得捱，唔認就係頑固不化，後果更嚴重。抄家係例行公事，南洋帶返嚟嗰啲家私、照片、紀念品，全部係境外物品，全部搜走。有人喺南洋嘅結婚照被撕爛，有人珍藏咗幾十年嘅家書被燒掉，有歸僑被逼喺批鬥會上親口講出自己嘅罪行，而所謂罪行呢，就係我曾經喺印尼生活過，我有海外親屬，我識講外語。最令人髮指嘅係呢樣嘢，當年佢哋返國登記時填嘅嗰批表格，就係佢哋親手詳細填寫咗海外關係、社會聯繫喺印尼嘅歷史嗰啲表格，全部被翻出嚟變成鐵證。你自己寫嘅，你自己講你喺印尼有咁多關係，你自己講你識呢啲人嗰啲人，係咪特務？你自己睇。呢個諷刺殘忍到我唔知用咩形容詞好喎。受到衝擊嘅歸僑人數，各省有詳細記錄嘅案例加埋，估計超過10萬人次。廣東省單獨嘅統計顯示，文革期間受迫害嘅歸僑及其家屬涉及數以萬計嘅人，有人死於批鬥，有人自殺，有人被關押多年，有人精神崩潰。仲有一個細節呢，我覺得係最能夠反映當時荒誕程度嘅，有部分歸僑喺文革中被打成印尼特務之後，向上級申訴啦，就話自己係外國返嚟嘅，唔係特務，但係佢哋唔知啊，咁啊，申訴本身都可以係罪理淡，積極申訴係咪係因為你心虛？係咪因為你經人哋查出你真正嘅問題係死局？你認係特務，你唔認係頑固特務，你申訴係心虛特務，冇路走。但你以為呢個就係最荒誕嘅？唔係，仲有更加諷刺嘅嘢。當年中國政府係點樣令呢批人返國嘅？係大力宣傳，話印尼排華，話祖國歡迎你返嚟，話呢度係你嘅家，係你嘅根，係政府派咗船去接人，係政府喺碼頭掛住橫額歡迎歸僑。呢啲橫額、呢啲宣傳照、呢啲歡迎儀式，到咗文革，全部變成咗乜嘢呢？變成咗境外勢力滲透中國嘅證據。話係點？呢批人係跟住中國政府嘅宣傳翻嚟嘅，係因為信任先翻嚟嘅。呢份信任，呢個受政府招募翻國嘅事實，喺文革嘅邏輯下面呢，係受外國指示潛伏中國嘅證明。越配合越有罪，越愛國越危險，越信任越易死。一個人最悲哀嘅命運，唔係被敵人出賣，係被自己最信任嘅嘢摧毀。如果要喺呢段歷史入邊揀一個人嘅故事嚟代表所有人嘅命運，我想講一個叫陳致遠嘅人。呢個名係我構建嘅，但係佢嘅故事係真實存在過嘅，係從幾十個歸僑口述歷史、回憶錄、地方縣志裏面拼出嚟嘅一個真實輪廓。你明白我意思？唔係虛構，係一個真實嘅時代縮影。陳致遠1935年生，廣東潮州人，3歲跟住父親去印尼棉蘭。佢阿爸係做橡膠收購生意嘅，唔係大富豪，但係喺當地華人社區入邊算係有頭有面嘅人。陳致遠喺印尼長大，讀嘅係華文學校。
華語、潮州話、印尼話全部識講，後來仲自學咗少少英文。1957年，佢22歲，就喺呢一年，佢喺棉蘭嘅一間華文書店第一次睇到一本從中國寄嚟嘅雜誌，封面係天安門廣場，裏面係大量新中國建設嘅照片工廠、學校、水壩、笑住嘅工人。佢後來話佢係喺書店站住睇完成本雜誌嘅，書店老闆催佢買唔買，佢話買，全部買，把書店裏邊所有嘅中國雜誌全部買走。翻屋企之後，佢同佢阿爸講：我想翻去。佢阿爸係一個沉默嘅人，聽完冇即刻答嘢，隔咗好耐先講咗一句：你知唔知翻去係點樣㗎？陳志遠話知，係辛苦嘅，但係自己嘅地方。佢阿爸嘆咗口氣，冇再講嘢。但係1960年，印尼政府頒布排華法令，陳家喺農村嘅橡膠收購生意被迫停止。呢一下連佢阿爸都動搖咗。最後一家人做咗決定翻去，橡膠園嘅收購價格壓得極低，因為要走要快走。買家知你冇選擇，最後賣出嘅價錢係市值嘅30%都唔到，店鋪係頂讓出去嘅，家私係賤賣嘅，帶唔走嘅嘢全部留低。陳志遠話離開棉蘭嗰日，佢阿爸企喺碼頭望住岸邊，好耐都冇轉身。佢唔知阿爸係咩感受，但係佢知道阿爸一生人嘅心血呢，就係留喺嗰個碼頭後面嘅城市裏邊嘅。船開咗翻去啦，翻到廣東，一家人被安置到粵西一個華僑農場。陳志遠係讀書人，識多國語言，本來以為可以做翻譯或者文教工作，但係農場需要人開荒，所以佢做農業工人。一開始佢係接受噶，佢話俾自己祖國百廢待興，捱客係應該嘅。但係慢慢啊，有啲嘢令佢開始唔舒服咯。農場組織政治學習班，要大家交代海外關係。陳志遠如實填寫喺棉蘭有舊鄰居，有父親以前嘅生意夥伴，有華文學校嘅舊同學，全部填晒。填完之後，佢有種奇怪嘅感覺嘅，但係佢話俾自己聽：我冇做過壞事，冇嘢怕。1966年。文革嚟咗，第一批被批鬥嘅就係農場裏面嘅海外關係複雜者。陳志遠係第一批名單入邊，批鬥會係喺農場操場舉行嘅。佢企喺台上低住頭，台下係同一個農場一齊生活咗幾年嘅人，有啲係佢朋友，有啲係佢叫得出名字嘅鄰居。印尼特務交代你嘅罪行。陳志遠後來話啦，佢喺台上諗嘅唔係點樣辯解，係諗起咗棉蘭碼頭，諗起佢阿爸嗰個冇轉身嘅背影。如果當初冇返嚟就好啦，但係已經冇如果。佢被關押咗14個月，佢阿爸喺關押期間病重。因為係特務家屬，送醫唔順利，最後喺農場宿舍裏面過身。陳志遠係事後先知道阿爸走咗，因為佢當時仲被隔離審查，冇得見最後一面，冇得送終。平反之後，有人問佢後唔後悔返嚟，佢想咗好耐，先講後悔係有嘅。但係如果當時唔返，我會一世覺得自己係逃兵。問題唔係我嘅選擇錯咗，係個時代病咗。我覺得呢句話係整段歷史裏面最令人心酸嘅一句。唔係我錯咗，係個時代病咗。但係時代病咗，係佢哋嚟捱嘅。喺呢片黑暗裏邊，我想講一啲唔同嘅嘢，唔係因為要硬係揾個光明結局出嚟。歷史唔係電影，唔一定有完美收場，而係因為如果唔講呢啲，我哋會以為嗰個年代所有人都係淡，會以為人性喺政治壓力面前係完全冇得守住嘅。但係唔係，喺最黑暗嘅時候，仲係有人。廣東某個華僑農場，1967年批鬥浪潮正喺最高峰，農場裏面幾乎每日都有批鬥會，幾乎每日都有人被點名。農場附近有條村，村入邊有個老農民，姓黎。個個都叫佢黎叔，黎叔係土生土長嘅本地人，一世都係種田，
普通話都唔識講幾句，但係就住喺華僑農場隔離。文革開始之後，農場裏邊嘅歸僑連買嘢都有困難，有啲人因為被批鬥啦、工分停發啦，連飯都成問題。黎叔就係喺呢個時候咧，開始係偷偷做一件事啊！佢每隔幾日咧，就喺夜晚咧，悄悄喺農場圍欄邊放低嘢番薯、芋頭，有時咧係幾隻雞蛋，唔多，但係真實嘅食物，冇留名，冇作聲。放低就走，農場裏邊嘅歸僑知道係黎叔做嘅，因為隔離村就得佢一個人係淡嘅性格，但係咧大家都唔敢出聲，多謝咗。萬一俾人知道咧，反而連累黎叔嘅。黎叔做咗幾耐咧？做咗成2年啦。咁後來有人問佢點解要淡做，佢係咁答嘅，佢哋又冇做過嘢，餓住有咩好處？就係咁簡單，唔係咩大道理。唔係政治立場，係一個農村老人覺得旁邊有人餓住係唔啱嘅，所以佢就做。呢種簡單係嗰個年代最珍貴嘅東西。仲有另一件事我想講，喺部分農場裏面有少數基層幹部係冒住風險暗中保護歸僑嘅，唔係所有幹部都係淡。事實上，大部分都係配合上面指示嘅。但係確實有個別人喺批鬥名單上面做手腳，故意將某啲人排喺後面，喺審查報告入邊措辭盡量模糊，俾歸僑留翻少少空間。有位曾經喺華僑農場任職嘅基層幹部咧，多年後接受訪問嘅時候講過：我知道佢哋唔係特務，係個傻瓜都知嘅，但係咧我冇辦法公開講啦。我唯一可以做嘅咧，就係盡量拖，盡量慢，盡量唔好搞得太盡。拖慢唔要太盡。喺文革嘅政治邏輯裏面，呢3個字係要付出代價㗎。有啲人因為唔夠積極批鬥，自己都被懷疑立場有問題，但係佢哋仲係淡做。咁然後咧係1978年咧，文化大革命正式結束係1976年，但係大規模為歸僑平反係喺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先陸續展開嘅。國家承認文革期間對歸僑嘅迫害係錯誤嘅。印尼特務嘅帽啊，一頂一頂咁摘走，補發工資。恢復名譽，發還部分被沒收嘅財物，個程序係做咗，但有啲嘢係平反唔翻嘅，死去嘅人翻唔翻嚟，失去嘅10幾20年翻唔翻嚟，喺政治壓力下被逼斷絕聯繫嘅家人，隔咗幾十年，感情仲係嗰個感情咩？咁陳智遠平反之後，收到咗一封從印尼寄嚟嘅信。係佢阿爸當年喺棉蘭嘅舊生意伙伴寫嘅，話得知陳家平反，想問陳智遠係咪安好。封信呢係寫喺1979年嘅，距離一家人離開棉蘭碼頭係整整19年。陳智遠話佢捧住封信坐喺屋企地下，喊咗好耐，唔係因為傷心，係因為唔知係咩感覺。我哋翻嚟嘅時候，以為我哋揾到咗家。但係家係咩？家係俾你安心嘅地方。我喺度從來冇安心過。佢係用普通話講呢句話嘅，因為佢話潮州話太傷心，講唔出口。喺歷史裏面呢，有啲善意係跨越時空呼應嘅。當年喺印尼呢，有唔少本地人喺排華浪潮最激烈嘅時候，冒住壓力保護過華人鄰居。有人將華人藏喺自己屋企。有人幫華人保管財物，有人喺危急關頭替華人說話。而喺中國啦，喺文革最黑暗嘅時候啦，有黎叔呢樣嘅人咧喺圍欄邊咧放低番薯同埋雞蛋。唔同嘅地方，唔同嘅時代，但係同一種人，係嗰種覺得旁邊有人受苦係唔啱嘅，所以我就做嘢嘅人。呢種人啦，係任何時代都最應該被記住嘅人。1978年之後，國家開始為歸僑平反。但我想喺度停一停，同你講清楚一件事：平反呢2個字，聽落去咧，好似係一個完整嘅句號，錯誤糾正咗，名譽恢復咗，一切重新開始。但係對於親歷過嗰段歲月嘅人嚟講咧，平反唔係句號，係一個省略號，係之後點咧？冇只係摘咗印尼特務呢4個字，正式撤銷。
補發工資、恢復名譽，被沒收嘅嘢發還翻部分。個程序係做咗，政府承認呢件事係錯嘅，但係有啲嘢係任何程序都補唔翻㗎。陳志遠嘅阿爸喺農場裏邊病死，死嗰陣連個仔都唔喺身邊，呢件事補發幾多工資都補唔翻。有歸僑夫婦喺文革期間被逼互相檢舉，話對方係思想有問題，因為唔淡做，自己會死得更快。平反之後呢，兩個人呢仲係住喺一齊，但係佢哋之間有樣嘢呢係永遠唔同咗夫妻兩個喺同一個屋檐下呢，幾十年都冇提過嗰段日子，唔係唔記得，係講唔出口。仲有啲人平反嘅時候已經唔喺度，係佢哋嘅子女去領嗰張平反通知書嘅。然後係最諷刺嘅一幕，改革開放之後，中國需要外資，需要海外網絡，需要同東南亞建立經濟聯繫，國家重新諗起咗海外華人啦，重新開始講海外華人係祖國嘅重要力量。你係咪覺得好熟悉啊？1950年代就係淡港嘅，就係呢句說話吸引咗幾萬人放棄南洋家業回國，然後係批鬥，係印尼特務，係幾十年嘅苦難，然後平反，然後改革開放，又係同一句話，又係伸出同一隻手。歷史係有記性嘅，但係今次東南亞華人社區嘅反應同1950年代唔同咗，唔係唔理，係唔會全身撲上去。做生意可以，合作可以，但係將身家性命攞去壓，唔係啦。呢個改變唔係因為東南亞華人變得涼薄，唔係因為佢哋唔愛祖國，係因為佢哋記得自己嘅父母係點樣回去嘅，係點樣被對待嘅。呢段記憶咧係刻落骨子裏嘅，唔係靠宣傳可以抹走嘅。幾萬個家庭用幾十年嘅苦難換嚟嘅智慧，就係呢樣嘢，信，但係唔好信到冇自己。仲有另一樣嘢我想講，喺中國大陸嘅歸僑後代，有唔少係帶住一種複雜嘅感情長大嘅。父母平反咗，但係細個嗰段俾人歧視、俾人睇死，喺學校裏邊係特務仔女嘅日子係真實存在過嘅。佢哋冇做過錯嘅嘢，但係佢哋係捱過嗰段嘢嘅。有位歸僑第二代咧喺訪問裏面講過一句我覺得好心酸嘅說話啦。我哋係中國人啦，但係我哋同呢個地方之間有道裂縫，你睇唔到，但係喺度嘅。裂縫啦，唔係斷開啦，係裂縫啦，仲係連住，但係受過傷嘅。由1949年到1979年，30年，30年入邊，幾萬個人做過一個選擇，唔係細嘅選擇，係將自己嘅根從一個地方拔起嚟插去另一個地方嘅選擇。佢哋以為自己係返屋企，但係家呢個字係要兩邊都認你先算數嘅。我而家想問你一個問題，如果你係1959年嘅印尼華僑，你會點做？唔好話當然唔返去啦，因為你唔係喺2026年坐喺屏幕前面嘅你。你係一個喺南洋生活咗幾十年，從來冇試過真正屬於一個地方嘅人。你睇住份報紙，入邊係笑住嘅工人，係飄揚嘅旗幟，係祖國歡迎你返嚟。你心入邊有樣嘢係錢買唔到嘅，係歸屬感，係想有個地方係真正屬於你嘅感覺。呢種感覺呢，唔係弱點，係人性裏邊最基本嘅需要。所以我唔覺得呢班人係傻，我覺得佢哋係人，係普通嘅，有感情嘅，渴望歸屬嘅人。有人話佢哋太天真啦，係嘅，某程度上係。有人話佢哋係受害者，係嘅，毫無疑問係。但如果你只係用天真或者受害者去定義佢哋，我覺得係唔夠嘅，因為佢哋唔止係呢兩樣嘢，佢哋係一班喺最艱難嘅歷史條件下，仍然相信一件嘢係真實嘅人。呢件嘢唔係政治，唔係制度，係家呢個概念本身，係落葉歸根，係幾千年流傳落嚟，刻喺每一個中國人骨子裏邊嘅4個字。呢4個字冇錯，係個時代將呢4個字變成咗一個陷阱。歷史從來唔係非黑即白嘅，文革係一場災難。呢一點連官方都承認，
呢場災難嘅受害者唔止係歸僑，係幾乎所有人，知識分子、幹部、農民、工人，冇人係完全安全嘅。但係歸僑嘅處境呢，有一樣嘢係特別殘忍嘅地方，佢哋係自願嚟嘅，佢哋係放棄咗另一個選擇之後呢，揀咗呢一條路㗎。所以當呢一條路變成災難嘅時候呢，佢哋唔止係受害者，係失去咗退路嘅受害者。印尼嘅家業賣掉咗，海外嘅關係斷掉咗，南洋嘅根拔起嚟插落去，但係新嗰邊嘅根係種喺一片隨時會翻嘅土嘅，兩邊都唔係家，呢種無根嘅感覺係呢段歷史裏面最深沉嘅傷。我係香港人，香港人對身份同歸屬呢啲問題係唔陌生嘅，我哋自己都係喺呢啲問題之間生活嘅人。我係咩人？我屬於邊度？我嘅根係喺邊？所以當我第一次認真讀到呢段歷史嘅時候，我係有種好個人嘅感受嘅，唔係同情，係共鳴，係一種原來唔係淨係我哋咁嘅感受。身份嘅問題、歸屬嘅問題，係唔同時代、唔同地方、唔同嘅人都會面對嘅問題，只係喺唔同嘅歷史條件下，代價唔同。有時候代價係困惑，有時候代價係幾十年嘅苦難。最後呢，我想講啦，呢班人呢去咗邊嘅？平反之後，有人留低，有人離開，有人去咗第三個地方，唔係印尼，唔係中國，係加拿大，係澳洲，係香港，係一個冇人認識自己，冇人知道自己嚟歷史嘅地方。重新開始，佢哋嘅子女有唔少係喺海外長大嘅，普通話啦、粵語啦、英語啦都識講嘅，但係問佢哋你係邊度人啦，佢哋會停一停先答，唔係唔知答案，係因為答案太複雜，唔係一句話可以講清楚嘅。呢種複雜係上一代人用一生換嚟俾佢哋嘅遺產，唔係錢，唔係地，係一種對家呢個字嘅永久性謹慎。幾萬個人係咁消失喺歷史嘅罅隙裏邊嘅，唔係因為佢哋唔重要，係因為冇人覺得值得去講嘅。教科書唔講，主流媒體唔提，就連佢哋自己好多都係揀擇咗沉默，因為講出嚟太痛，因為唔知同邊個講，因為怕。但係沉默唔代表冇發生過，佢哋發生過，幾萬個家庭係真實存在過嘅。佢哋嘅選擇，佢哋嘅苦難，佢哋喺批鬥台上低住嗰個頭係真實嘅。而家我哋坐喺度，隔住幾十年嘅距離，講翻呢段歷史，唔係要判斷邊個對邊個錯，唔係要揭傷疤，係因為記住呢件事本身係有意義嘅。一個時代可以令一個人變成罪犯，但係時代過去之後，係我哋嚟決定記唔記得呢個人係清白嘅。呢個係我哋對歷史最基本嘅責任。好，講到呢度，我知道訂閱呢兩個字係好多頻道嘅例牌動作，我自己都係咁，每條片結尾都講。咁但係呢，今日呢，我想換個方式講。你而家睇完呢段歷史，可能係第一次聽到印尼歸僑呢4個字，可能你之前根本唔知道有呢班人存在過，唔知道佢哋放棄過啲乜，唔知道佢哋捱過啲乜，係咯，因為冇人講㗎。呢個頻道做嘅就係呢件事講嗰啲冇人講嘅故事。唔係因為嗰啲故事特別好聽啦，係因為如果連我哋都唔講，呢啲嘢就真係會消失。如果你覺得今日呢段歷史值得被記住，訂閱一下係你話俾我知呢件事值得繼續做嘅方式，唔係幫我，係幫下一個可能需要聽到呢段故事嘅人。我哋下條片見。